6号抢双台。各位评判先生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6号。今日我爱朗读的是编号7号。淡水难滚，淡字难胎。寒暑时节，年下来爱侦查本人下说，这样事南府唔是大家无有。强人下说人茶20年里，就爱夹夹去蒲滚水泡茶。蒲滚水一下来讲是小可事情，茶杂个重年来，雅思路转开来，几分钟诶，水手滚呢。毋过30年前嘅乡下无雅思，出来后爱生生的用，爱念时铺好一茶杂嘅滚水无按盖。清闲爱拿一只草结，出到出来后点笔草，用到风炉烘，赶草结后动忙嘅下，也一直被胖炭并送去，等火炭烧到风风，又将家底位甜，爆米将老茶杂嘅并送去。用山的老风炉火拍到用用，20分的水就会泡泡滚。问题是，阿爸都躺下为进门，茶好嘛，用阿慢哦，无法度将手老水倒干地位，火炭搁添加地位。火紧拍，水还是唔滚，新罐头一急，就沿起过来看水滚嘛。一开一见，小气就踢，喊卡唔爱滚，新罐头喊卡急，紧蹬脚。有一摆，阿妹多坐下，看到我蒲滚水蒲到眼白边。同我讲，太戇居，60年講嘅，淡水難滾，淡字難睇。唔做唔啲順風慢慢地等，水自然會滾。就等阿妹嘅花去做，無幾久誒，水真經手滾呢。頭太好嘅下。有一擺上英文課，先生到分牌行寫句英文諺語 ：A watched pot never boils。愛大家翻到中文，同學太體出食飯，肯定嘅茶雜嘅永久唔愛滾。先生認為意思錯係錯，唔過唔係清喊原來嘅意思。我上啲學過嘅中文，相對嘅英語，我嘅朗讀都也結束，俺只是將來了。